白大夫现在俨然一副悬壶济世的好大夫，把季丹阳推下山去，还能给他救过来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你能解释一下吗？你是不是以为，在这个世上，除了我，就没有人再能救他了？我把他救了，才能摘除我身上的嫌疑。以你的能力，你有无数种办法把他送走。我可以在病房里杀了他，可是当时公安正在查我是不是在东山上拔出的萝卜带着泥，你也不希望我出事吧？你们的目标不就是水滴工程吗？现在这就很明显了，我救了季丹阳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，所以我比你们都有机会掌握更多的水滴工程的情况。原来如此，鬼枭就是鬼枭，老谋深算。哼，不是我老谋深算。哎呀，只是没想到老头子留在大陆这么多像你这样的饭桶啊！哼哼，怎么办？还是让薛郎来找我吧。薛郎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他不见我，那让我自己去跟台湾联系。开什么玩笑？你还能跟台湾联系？你不也知道这是个玩笑吗？你信不信？没有你们这帮家伙，老子照样抢头功。我回去把话给你带到。许郎见不见你，那是他的事儿。主任，我在想这个鬼枭啊，这次关于季丹阳的整个过程，他表现得沉着冷静，出手果断，不露生死，即便出现了纰漏，也解决得举重若轻，深得我心。相比你那个壁虎，可强多了，他太急躁了。但也不难看出，鬼枭急于跟雪狼见面。您觉得他是急于抢功，还是另有所图？我告诉你，当你无法揣测一个人内心的时候，你唯一能做的叫静观其变。更何况，我们还有他的软肋嘛，有软肋，我们要用他的女儿控制他。你告诉雪狼，多在这方面想想办法。哎，叶霞那边怎么样？他去那边时间可不短了。叶霞说，安文山对咱们的敌意很深，根本不肯合作。那些身在海外的游子啊，为什么都会心向大陆？啊？你慢点儿。我都喝完半坛了，你这一杯还没喝完？我不太会喝酒，你多吃点菜吧，这菜好吃。哎，我想起来，咱们刚认识那会儿，我一直怀疑你，还怀疑你爸。你爸这次能心无旁骛地救治丹阳，我打心眼里感谢他，真的。别总谢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而且救人是我们的本分，怀疑也是你的工作嘛。我跟你说，我老师之前就跟我说，杭红梅，你这个性格吧，一定要改，太得罪人了，脾气又大。我有时候也觉得，
我的性格真的不好。谁说的？我就很喜欢你，我觉得你的性格是外刚内柔，有的时候还挺憨直可爱的。不是，我觉得女孩子呢就应该像你一样，温柔如水。笑什么？我笑我们两个喝了点酒就在这互夸。其实我一喝酒就爱笑。我记得当时卫校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同学聚会喝了点酒，同学说我傻笑了一晚上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同学都喜欢你这种性格，你这种性格才是招大家喜欢的。我也喜欢你的性格呀，丹阳、陈队长，我觉得他们都挺喜欢你的，还挺关心你的。我这性格也就是他们包容包容我，也就是你能喜欢我。我跟你说，自从你认我做姐姐，我真的特别感动，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那些话。你别这么说，红梅姐。后来一有什么事儿吧，遇到什么问题，尤其是关于你的问题，我就总是会想的特别多，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，不知道该不该问。红梅姐，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。百惠，那我就说了，那天丹阳出事的时候，你父亲谁呀？是小慧吗？啊，是我爸。哎呦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爸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那你不舒服啊？小慧，你不是这几天在厂里在医院住吗？怎么跑回来了？红梅姐帮我请假了，我正好回来看看你。你怎么还发烧了？哎呀，没事。我这出去啊，可能穿的少了，受凉了。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？走，带你去医院。哎呀，上什么医院？爸爸是大夫，自己熬的药都吃完了，睡一觉就好了，放心吧。行了，你这个在医院也忙了一天了，累了，去休息啊。那你吃饭了吗？啊，不饿。什么不饿？你说我这走一天你就这样，我给你做饭去啊。哎，不用啊，我不吃。哎，小慧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别做了。哎呀。
别害怕。爸爸，你受伤了。哎呀，不害怕，不害怕，爸爸在这儿啊，爸爸在这儿。哎呀，你骗我！哎呀，好了，告诉爸爸，这几天怎么吃的饭？我自己烧的。哎呀，真乖，真乖。好了，不难过啊，不难过。爸，我喂你。哎呦，和你喂我，放那儿我自己吃，没那么娇气。哎，你慢点，我来。哎呦，叫你这么一搞啊，爸爸成了七老八十的人了。你说你多不会照顾自己，吃药了不吃饭，多伤胃。哼，还是女儿好啊。披着点。好。你吃过饭了？吃了。别说，还真是饿了。小欢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吗？爸，你腿上的枪伤，真的是当年国民党打的？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那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了？就是最近，总能想起以前的事儿，心里不踏实。哎呀，小慧，有什么不踏实的？过去那兵荒马乱的，现在这是新中国了，你怕什么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。爸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那天在东山上，你真的没有看见丹阳？你还在怀疑爸爸吗？我不是怀疑你，我怕你遇见他。我遇见他又怎么样呢？那遇见他你就说不清了呀，公安会查到你。查我什么呢？东山那是大家的呀，我怎么就不能去上山呢？啊，就我上山查我？哎，不吃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您也休息吧。爸，红梅姐今天找我吃饭了。她说，公安他们在查那天每一个上东山的人，他们一定会查到霍叔叔的。霍叔叔跟我说他看到过你，爸，你藏不住的。我藏什么呢？我藏什么呢？我怎么？哎呀，行，哎呀，爸，无论怎么样，你永远都是我爸，我会一直照顾你，伺候你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会给你做饭、洗衣服。我承认，我是怕，我怕是你。女儿就想听到你说一句不是你，这句话就这么难吗？哎，行，爸爸跟你说，不是我，行吗？哎呀，行了，累了一天了，快去休息吧，别折磨自己了，早点休息，这样，去吧。早点睡。
队长，这怎么了？喝酒了？我在想白慧。说说，想哪儿了？今天我跟他喝了一顿酒，我感觉关于东山的事情，他还有没说的话。我想很可能是在包庇他父亲。队长，今天我和丁杰在白明翰的院子里，发现了跟事发现场一样的草药。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呀？毕竟白明翰治好了鸡丹药。是啊，所以我也想不明白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白明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停车检查，请出示证件。好吧，谢谢。报警！哎，都慢着点啊，这都是精密仪器。你这领导受累也受累啊！好，你的去吧。哎，慢点，慢点啊！赖师傅，哟，今天又是你来送货呀？听着点啊，这车可是给技专家搭架子的。师傅，那咋这么沉啊？都是精密仪器，能不沉吗？轻拿轻放啊！好，带路，全都放库房。最近忙不忙啊？你还敢来找我？我正常送货，我有什么不敢来的？实验水池浇种那天晚上，外单位车辆不让进，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啊！这是规定。规定？有你李科长在，什么规定不规定的？你想死别拉上我。这个时候不要说气话，啊！实验水池的情况必须要搞清楚。许郎可说了啊，他明白你的意思。他说了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任务。我凭什么信你？那你找芊芊说去啊。以后广州那边来人你自己聊，啊。哎，小张，哎，你检查一下车啊，看一下刹车片。好嘞，师傅。怎么样？把钱和证件给我准备好，把后路给我准备好。没问题。队长，我们排查所有当天上东山的人，一共找到5个，1个采药的，2个砍柴的，还有一对情侣。采药上山的人是谁啊？是个农妇，名叫苗慧兰。队长，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白明翰当天在山上。有位砍柴的老头姓霍，他说当天看到白明翰上山了。还真是如此。时间对上了。对上了，下午3点左右，在东山的犀牛角。霍老头还不能确定。队长，白大夫来了，说有事情要交代。你都算这么半天了，算什么呢？我在算启动稳定器，我怎么算，它都装不到我们的潜艇里。但是习文坚信一定能有解决之法。我看他都快魔怔了，就帮他算算，万一是我错了也说不准呢。哼，你还有怀疑自己的时候？科学家嘛，不就是要在不断的怀疑中探讨，这样才能找到答案吗？哦，哎，这一点咱俩是有共同语言啊。就这一点吗？只有这一点？你怎么又在工作呀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，要注意休息，身体还没好呢，不知道吗？马上算完了。看见没有，人家白慧都让你休息了，那你总该休息了吧？行，现在休息。
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还得红梅姐逼着你，你就不能自己爱惜自己身体？哼，我可管不了他。哎，红梅姐，你昨晚还好吗？喝多了吗？哎呀，我发现你这酒量……等，喝多？你们俩？我这住着院呢，你们俩背着我就出去改善伙食，还喝酒？怎么，我们俩干什么都得先跟你汇报？行了，等你出院了，我给你做个饭，再给你打酒，行了吧？吃呀，这还差不多。红梅，怎么了，童斌？白大夫来了，队长让你赶紧回去。白明翰。哦，这么说的话，丹阳出事的时候，您就在东山。对，我就在东山。啊，在犀牛角。不，老牛背，隔着2个山头呢。白大夫。恕我直言。您为什么会来跟我们汇报这件事儿，而且是现在才来汇报？哎呀，说起来我都很后悔呢。你看看你们这3番5次的来找我，怀疑我。我们家小慧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呢，心里她为我着急呀。这2天她也是吃不好睡不好的。唉，其实都怪我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。事情是很简单的。因为一开始呢，我怕说出来以后啊，怕无事生非，引火上身了。毕竟啊，咱们这个事情牵涉到专家，我怕说不好了，会影响我们家小慧这个前途啊，就想把这事儿压着吧。哪想到这越抹越黑呀，搞得我自己还挺紧张，心理压力挺大。后来一想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所以这不就来了。白大夫，在东山那天，您有没有看到其他的采药人？其他的，这个我没太在意。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，采药一般您在上午10点之前，为什么这次是下午去？啊，甭管，我用的药啊，它是采药的时间呢，一般都是在午前，而且呢不能取根的。但是我这次采的这不是何首乌吗？何首乌就是根入药了，那就无所谓了，什么时间都行了。你看看，这还挺有收获的。哎呦，当时丹阳出事的地方好像有一种草药，我看您家院子里也有啊。哦，那是季专家出事前别人卖给我的，是一个村妇。另外想再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前些天您去过前金巷，当时还有人喊着火了，您还有没有印象？着火了！有，是，我记得挺清楚的。当时我在那儿呢，听到有人喊救火，我当时一看，我还想跑过去帮忙救火呢。后来一想，自己这腿脚算了，别给添乱了。当时您去那里是干嘛呢？我是出诊，给人看病。啊，那请问您一下，患者的姓名？患者是傅西友，我的一个老病号了。白大夫，请您相信我们，我们呢不会轻易的怀疑任何人。当然了，非常感谢您救了季丹阳。白慧这边呢，我们也会跟他谈一谈，让他放下这个心中的包袱，不要有什么太多顾虑。好啊，谢谢，这给你们添麻烦，感谢。白大夫，把伞拿着吧。不用。慢点啊，白大夫。我们这刚查到东山，他就来找我们，你不觉得很蹊跷吗？队长，这让我想起来，上次张阿水受伤，也是他瞒不住了，所以才来报案。我怀疑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有掌握到的线索。可这又怎么解释他先杀人后救人？难道他就不怕丹阳醒来，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信息？这里的逻辑关系啊，的确让人琢磨不透啊。
我还以为你请白慧吃饭是姐妹情深，原来是为了借机调查人家白明翰啊！你这么做，也太伤害你们姐妹情了吧？你懂什么？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才越应该了解他的想法。只有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我才能知道怎么才能保护他，帮他排除嫌疑。可毕竟你们俩是好姐妹啊，所以我才要保护他。现在白大夫身上疑点这么多，也不知道会对白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得，你总能说出理来。因为我说的本来就有道理。你这是偷换概念，强词夺理。谁偷换概念？谁强词夺理了？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凡事要在怀疑当中才能寻找真相，对吧？不怀疑怎么找真相？你说的。我累了。以后啊，你怎么那么馋？中午吃多了。哎，老姜，这幅画是怎么到组委会的？邮寄，只有收件地址，没有寄件地址。这个贾周俊，又想隐藏在背后，又想炫耀自己的才华，这个人很自负啊。老姜，你觉得这幅画画得怎么样？画得很不错，跟作品汇编里收录的那幅画一样，结构上都有问题。这幅画的问题就在于这棵树，它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棵树挡住后面的窗户呢？窗户？这场景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们在执行任务抓特务的时候，他们窃听的地方就在这个楼里头。这更能说明此人就是特务了，这是在挑衅，太猖狂了。这幅画能反映出画者的什么心态呢？这个不好说，但是我感觉这幅画太阴暗了，色彩反映出作者的心理阴暗，还敢用周俊的名字参赛，可见这个贾周俊就像郭局说的那样，很自负。老姜，以前找的那2个画画的老师郝东阳和赖长青得继续查。是。还有，全是跟美术有关的单位和人都要查。是。局长，画展还要开吗？他敢来，我们就敢办。不过这幅画你要拿去参加展览，满足他的虚荣心。是。把它交给老姜。是。喂。什么？贺习文专家失踪了？我命令立刻封锁消息，封锁所有的汽车站、火车站，还有公路。市局联合专项组全力破案，我亲自来督办。为什么贺专家要出场？报告局长，贺专家突然说起有一名专家要去成都开会，会在龙门站转车停留1小时，所以贺专家就急着去火车站跟他会面了。东升，你说说案子吧。是，我们专项组接到贺专家出场消息的时候，第一时间通知了长保卫科与司机小好一起去往火车站。因为赶时间，所以我们走的是茶坪山小路。没想到车爆胎了，修车的时候呢，贺专家在那里看风景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得到消息之后，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发现这些是贺专家遗留的物品。通过现场勘查可以判断，贺专家是被拖拽离开的。至于他没有发生，很有可能是当时处于昏迷状态。踏下的鞋印也可以判断，嫌疑人为男性。
为什么是保卫科的人陪同？我们专项组的同志当时手头工作比较多，所以……局长，是我安排不当，请求处分。如果贺专家出场是临时起意，那绑匪怎么知道的？不仅知道他出场的时间，知道他的路径，还知道车会抛锚。而且车胎是被钉子扎破的，所以一定是有事先准备的。最让人想不透的地方是，那一片荒山野岭，他怎么能早一步比汽车先到？计算时间，从贺专家报备到出事，也就40多分钟。他们反应太快了。问题肯定是出现在厂里了，有人泄露了贺专家的行踪，有没有封锁消息？封锁了，只是贺专家是专家组的重要成员，时间上我们封锁不了太久。这件事情一旦在灵武所传开，会打击我们的士气，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。我命令，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救出贺专家。是。经过调查，贺专家去火车站的时候，跟季丹阳说过，跟牛师傅也说过，也跟楚工打过招呼。厂办的陆秘书也知道。算下来，除了我们专项组以外，大概有21人，这还不包括他们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。他们当中有没有谁出过场？报告，张局，这些人都没有出场记录。那他们有没有给谁打过电话？报告老师，已经调查过了，往场外打的电话一共有17个。这其中都是从机关、从办公室打出去的。喂，专项组，找陈东升，说说贺专家的事。我是陈队长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。我说我是周俊，你信吗？你是那个假周俊？说吧，人是不是在你手上？那不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？我要听到贺专家的声音。你们是不是脑袋做了手术扭到屁股上去了？我还能带着人出来上街给你打电话吗？那你也得证明你手上有筹码，才有的跟我谈。你们那儿都找不到人了，还要管我要证明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厂东面鹤草房子底下自己去找，小溪有炸弹。你快去看一下吧。是，领衔。是。李光明。非常时期，全场都要加强戒备，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。是。把那个专家看好了啊！明白。知道贺专家出场的人，之前给厂外打电话的人，我判断应该是同一个人。把这个人找出来。是。老师，已经查到了，电话来自于西马路的一个商铺，是道街的电话线。这个贾周俊又绑架贺专家，又参加画展，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？
目的是什么，现在还不清楚，要看东升他们能带回什么东西来了。不过这个电话至少能证明一点：贺专家目前暂时是安全的。就这里。请进。是。我去那边。婷姐，来。你看，陈队长亲戚，若想救出贺专家平安无事，立刻停止大水池的建设，交出季丹阳的笔记本、时间、地址，再行通知。敌人怎么会知道水滴工程进行到这一步了？我也在猜测，是不是我们厂内有什么内鬼？电话那边有什么线索吗？贾周俊是通过盗接商铺电话打来的，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，所以没有目击证人。而且这个特务有备而来，我们在电话接线箱里面没有采集到任何指纹。那看来我们只能从这张照片里来找线索了。是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出来！出来！救命啊！来人！通过这个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可以分析，这里应该不是阴暗的地下室，而且贺专家并没有被堵住嘴，他们不怕他大喊大叫，这证明这附近没有人，所以推断，极有可能是在郊外或者是乡村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我熟，米斗，2米的工具。小时候家里穷，跟我爹给地主家交过租子，这都是大斗进小斗出，这一般只有在粮仓、米站、地主家才会必备这些工具。你看这上面，这用篆书写的“吉祥如意”，这一定是地主家用过的。这就证明了这个地方肯定是不在城里，而是在乡下的某个米仓。你们看，这个狮子头后面有一根木棍，这应该不是农具吧？虽然陈旧，但看着挺别致的。它叫劳伦迪斯，是来自国外的一款非常昂贵的大摆钟。解放前呢，我在武汉工作的时候，在一个银行家的别墅里见过，都叫它狮子钟。像这样罕见的物件，在卢门应该没几件。你们注意到这个影子没有？窗栅栏外面还有树枝呢。队长，这米仓呢，我知道，这个窗户不会太大，它毕竟要防一些耗子、麻雀什么的，还得防盗，只要能通风就行。队长，你看，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光线和影子的角度来推算出拍照的时间呢？司机说，他们发现贺专家走失的时间是在下午的2点40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缩小时间的范围，然后再来推算出事发地点和这个屋子之间的距离。现在可以确定的只有光线的角度、房间的大小、窗户的大小，还有透光度的不同。一般这种米仓的窗户有多大？大概40公分见方。那我觉得还是得查看一下当地的米仓才好确定。先按这个算，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下午2点40分这个关键的时间点，由它再去做推算，然后找到当时这个时间点的光照去做对比。这个方法是可以的，我们根据卢门的经纬度，大概的可以估计出拍照的时间了。同志们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立刻行动。是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是个专家，又是个读书人，我不想让你难堪。你现在把你们研究的那些数据、进展，包括实验水池，都跟我说一说。你绑架我就是为了这个？你休想！贺专家，你别忘了，我既然能绑了你，我也能把你杀了。
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，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表达。汇聚成铁流，献功夫同舟，青春中化成星斗，温暖在心头。那片静悄的山崖，长满了白花，管它雨雪和风沙。